開嗰個內閣會議嗬，係真係喎，所有記者都到場喎嗬。屌記者到場。然後每個部長都有講嘢，都列破佢哋到底做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例如嗰個咩邊防嗰個女嘅部長就話啲邊防嗰啲非法入境移民減少咗好多啦，而家基本上都美墨邊境都冇咩人啦。然後就另一個嗰個Elon Musk 嗰個女人就話幫政府慳到好多錢啊嘛，查出幾多人係咩幾千人啊，歲數超過150歲，仲攞緊政府嗰啲退休金。然後呢，就有啲人都未出世，或者1到7歲定5歲啊，攞緊唔知乜嘢政府嘅乜嘢項目資金補助。哇！啲民主黨嗰啲人貪到鬼啊！你話以前民主黨佢拜登早4年好似未見過開內閣會議喎嚇，好似你頭先話齋，真係好似未，真係新聞都冇啊！一啲話關於咁嘅內閣會議嘅新聞都冇啊！所以拜登嗰4年到底喺度做乜嘢，真係冇人知喎，真係唔通一味就喺度貪錢，所以佢根本就唔敢公開。例如話希拉里一知道自己落敗之後，即刻唔知將佢哋咩選舉帳戶定係咩帳戶嘅基金啊，幾百萬即刻移走啊！喺3個月之內分散去唔同嘅帳戶，攞走晒啲錢啊！Elon Musk 嗰幾叻啊，嗰度幫咗美國政府慳咗成萬億出嚟啊！啲政府浪費萬億，納稅人係俾錢俾到死下，好似話齋民主黨啊，表面上民主啊，實際比共產仲貪，差唔多噶啦，唔能夠話比共產仲貪。